Yoroshiku Shasha des。今日同大家去一個森林夢幻嘅地方賞櫻，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喺邊度？冇錯啦，見到呢個最色力場嘅櫻花海，呢度就係奈良吉野山啦。呢度主要分為3個區域，離站最近嘅係中千本，跟住係上千本，再入嘅係奧千本。可以選擇搭纜車或者係巴士上去呢啲地方。當日係行路上去嘅，由七曲坂開始都係上斜嘅路，大家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行比較長少少嘅斜路，定係直上嘅樓梯。上咗陣樓梯之後，擰返轉頭呢一個景，大家都企喺度驚嘆啊！上千本其實幾日前已經滿開啦，所以有風經過嘅時候就會見到櫻吹雪。喺樹中間滲透住陽光，櫻花嘅花瓣閃下閃下咁樣慢慢飛落嚟，好似雪一樣鋪滿地下。見到呢個畫面真係覺得好幸福啊！呢度有吉野嘅檜木埋，話燃燒到最尾會好靚。試過嘅話俾我知，最後係咪會有煙花？吉野角都係呢度嘅名產。沿途都有好多茶座，有啲鋪頭仲可以坐喺度欣賞到咁靚嘅千本櫻添。上到嚟吉水神社，見到佢參拜方法好特別，佢要拍17下手㗎。參考下日本人點樣參拜先。原來連續拍4下，拍4 set，跟住最後拍1下。睇下指示嘅同時，一擰轉後邊，哇咗一聲。呢個位連日本人都話係最好嘅欣賞地方，大家都等排到去最前面，可以影到全景。嚟到呢個位見到有 light up 喎，成個山頭咁大，究竟邊個位會有夜櫻呢？有外國嘅旅客咁樣問，不過連 security 都唔知啊。
嚟到上千本嘅花矢倉展望台啦，大概行咗3個鐘先至嚟到呢一個位，最尾去唔到奧千本。咁辛苦行到上嚟，大家都慢慢坐喺度欣賞呢一個風景啊！如果想去，都建議大家搭巴士去到奧千本，再慢慢行返出嚟。太陽落山啦，揾下夜鷹嘅場地喺邊度先？OK， 原來只係呢2棵，建議大家都唔使等到 light up 時段啦。今條片就嚟到呢度，鼓勵下幫我撳個 like、留言同埋 share 俾你嘅朋友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